纽约时报讲，中国要伫咧福建起新的核电厂，离咱遮217公里。美国国防部认为讲是要制造原子弹原料。极端气候恶化，泰国拜三出现44度热，最近体感温度有可能到54度。印度顶礼拜只有13个人热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要伫咧福建的沿海起新的核电厂，离咱台湾才217公里。中国讲这是民用的，不过美国国防部认为讲，这座反应炉主要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钋，提供材料的是罗西亚。美国就烦恼讲，中国甲罗西亚推动现代核武器。另外有学者分析，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吓台湾附近的国家。中国发展核武的野心威胁区域安全。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中国伫离台湾只有217公里的福建省长标岛启用下坡核电厂，也就是新的核反应炉，引起国际关心。中国讲是因应民用需求，不过美国国防部讲，这反应炉主要是制造原子弹顶级原料钋。这个核子电厂有军事用途啦。第一个它不会盖那么近，它一定盖在中国的内陆，就是说远程飞弹打击不到的地方，离我们这么近的话，连台湾都有部分的反击能量哦。我们不要说空军啊，就像我们未来可能跟美国采购了海马斯多号，就基本上就打得了。那不要忘记了，我们也有巡弋雄风巡弋飞弹。伊分析说，伫中国沿海反应炉若生产核武原料，可以加做打击目标。另外，反应炉所需要原料，《纽约时报》报道，由俄罗斯提供已经到75吨高浓缩铀。尤其中俄国防部长最近会面，宣布加强军事合作时机敏感。Координация наших усилий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оказывает стабилизиру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на обстановку в мире,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снижению конфликт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удут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достигнутые глав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продвигать во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обмен воен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ыводим их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美国看到中国推动核武现代化，尤其中国核弹头数量目前有410粒，美国分别有1550粒远程核武。我国大厦报告示警，中国恐计伫2035年达到1500粒。学者分析，中共吸取俄乌战争经验，透过核作威胁台湾周边区域国家。在政治上，借由核弹头的增加，成立政治的一个巨齿区，也就是在心理上威吓其他国家不要介入台海事务。苏志芬表示，中国是要改变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将核威胁作为军事手段，建造对因有利的国际秩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昨甲法国总统马克宏通电话，讲了是随法声明。马克宏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甲坚定支持乌克兰抵抗罗西亚。伊是想尽办法要处理访问中国时阵，伊讲欧洲莫插手台湾议题所引起的言论争议。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访问中国时阵的争议言论，真受国际批评。了后，伊解释讲，法国甲欧洲伫台湾问题顶悬立场共款，支持维持现状政策不变。马克宏自早甲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了后，发表声明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甲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想要淡化马克宏争议言论引起的冲击。拜登了后也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甲马克宏斗阵去访问中国的议题。The President was interested in her perspectives being over there. They certainly talked about the need to maintain peace and security around an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ertainly, they talked about ongoing support for Ukraine and the fight against Russian. 马克宏言论引起外界对欧美关系记录了后，包含冯德莱恩甲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这真侪位欧洲重要官员，拢发言表明对台湾议题立场不变。公司新闻陈慧仁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参议院收到讲家己是宗教团体寄的电子批，威胁要伫咧参议院抗炸弹放毒气发动攻击。众议院嘛收到恐吓批，放掉要抬首相间的文雄。目前警方已经加强戒备。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发表对台湾问题看法，去互中国骂头话。
南韩的外交部随调紧中国驻韩大使，呛讲中国行为真失礼，质疑中国国家。英国《Times》报道，罗西亚军队因为战争无顺利，掠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员工出去，甲人关伫地下室拍，甚至用塑胶炸弹攻射，可道的行为是真超过。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的幕僚正在做影片，嘛开始募款。预计上近后礼拜二，拜登就会发布影片，宣布要选2024的总统郑认真。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好莱坞的电影名称《亚历鲍德温》是2021年在拍片的时阵穿古装，但是一个摄影指导。鲍德温的律师证实，新的检察官接手案件，鲍德温的过失杀人起诉有机会撤销。欧盟27国钱变薄的情形是真严重，尤其是食食，通货膨胀的比率已经升到19.5%。中澳性价比是上较严重，升到47%。这咱日常生活咧食的牛奶、卵甲胖肉已经起7-8成。所以当地政府是直接强制要求大型的食品商，甲20项主要的食食继续降落去。布达佩斯大市场的菜单头前，83岁靠退休金生活的工厂女士，要来买一马煮传统汤头用的吃饭球，伊是4个比，伊在比价了后才背落去。Draga, nekem 100 000, 140 000, nyugdíjam 40 000, gyógyszerem, és marad 100 000 forintom. Ennyit a mostani kormányról. 近几个月以来，欧洲地区食品的通货膨胀率继续大起。欧盟27国2月份的平均起伏是19.5%，匈牙利更加凄惨，47%排第一，超过排名第2的立陶宛29.7%。牛奶、鸡卵、牛油、甲胖这基本的食品起伏，拢伫7%到8%中间，成本起甲挡袂牢。有一寡餐厅、酒馆抑佮咖啡店不得已只好改菜单。Tavaly például megszűnt pont ezért a hamburger, nem árultunk sült burgonyát, nem sütöttünk semmit sem olajban. Ez nem csak az olaj és az alapanyag miatt, hanem az energiaköltségek miatt is. Hogyha összehasonlítjuk a magyar inflációs helyzetet nem csak a régióval, hanem egész Európával, akkor nem csak maga a fő inflációs mutató az, ami kiugró, de az élelmiszerek áremelkedése is nagyon extrém, gyakorlatilag több mint 2-szeres, mint a második legmagasabb inflációval, élelmiszer inflációval rendelkező ország. 匈牙利中等阶层的月收入大约伫$900等个啊，生活费用起则悬，百姓是一直伫叫艰苦。去年到即阵，大大小小规模示威是抗议不断。执政的奥班政府20宣布，要强制要求大型的食品商削减20项主要食品的价格，目标是要甲3月份20%的通货膨胀年前率改控制落来，并且伫年底甲起价幅度降到1位数。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当年4月22是世界地球日，不过这阵极端气候是愈来愈严重。这阵才4月，这南亚甲东南亚各国的温度是拢已经超过40度。泰国拜三甚至是出现44度6，而且体感温度有可能会到54度。也就是印度，顶礼拜甚至是有13个人热死。科学家嘛警告讲，这气候暖化造成南极、北极冰扬起的速度愈来愈紧，今年的速度是已经翻6倍啊！所以讲，这海平面野悬的状况嘛愈来愈害。伫大石头骹，路人目睭微微，有人闭伫树骹想要清凉者。全球暖化和极端气候愈发严重。泰国西北部打湖这礼拜三测到44.6度的高温，当地气象单位警告，伫首都甲南部普吉岛地区，2有可能达到体感温度54度。下礼拜有可能是真热的天气。เนี่ยมีปีนี้ร้อนสุดๆที่70เลยอยู่ตั้งอายุ12。南亚甲东南亚国家受真热天气的折磨，孟加拉顶礼拜经历60年来上高温，印度已经有13人热死。联合国气象变化专门委员会就指出，全球暖化继续恶化，会予岛中危害更加严重，亲像印度西北部都市古瓦哈提。以前3月中左右正值雨季，今年煞到即马无落什么雨，当地人生活是真艰苦。菲律宾受研究单位想要研发用抵抗极端气候的瓦，无论是拄到酷花或者是水灾，拢确保粮食生产袂断去。As the environments fluctuate more and more, the stability of yield becomes lower.
And so this is where the improved varieties, which are more tolerant to climate-related aspects and which are better in terms of water use or nutrient use, are important. 详细研究显示，暖化和地球过去30年冰层溶解速度紧接6倍，进一步造成海平面提悬2.1公分。被叫做外籍冰川的南极苏维茨冰川是冰层溶气主要地点，对海平面升悬有真大影响。格陵兰冰层溶气的情形也被预测会继续恶化。公司新闻纽约编译。咱前几天有报讲 ，SpaceX 公司准备要试射这有史以来上界大只的火箭 Starship。不过因为阿拉伯的马拉夫卡条例的关系，所以试射计划是延到4月20。所以讲，就是伫咱台湾时间昨暗时9点半，虽然讲已经有顺利射出去，不过过无4分钟，就因为几落粒引进定起，无法度顺利甲火箭射起入预定的轨道，落尾是规只火箭崩起。不过马斯克是进前就表示，这个试射本来就有可能会爆炸，有顺利成功，要甲发射台崩起，就已经算赢。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上强大火箭试验，20日德州扑克试卡 SpaceX 苏休太空港前座基地成功发射升空，真侪民众伫咧几落公里外南帕德瑞岛看画声加油，不过无偌久天顶的火箭就捣毁。试验火箭长120公尺，无载人也无载卫星。SpaceX 讲，飞机里了有几条引擎无启动，所以无冲到应该有的管道。Where Starship should separate from the Super Heavy booster. The entire Starship stack continuing to rotate. We should have had separation by now. Obviously, this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nominal situation. 要让火箭家己启动，自我毁灭的系统伫天顶爆炸，爆落去大海。There was a little confusion at first because they'd held the countdown, and the coverage went blank,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kaboom! Right, and you couldn't hear it, but you could see the plume, and the super heavy booster just kind of hung there.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伫推特大文讲，这是试验一遍互人正振奋的试射，为几多个月了后一遍的试射学到真侪代志。伫这边试射的前几礼拜，马斯克对试验会当成功飞到轨道，或者是伊快速而且无伫咧计划中的解体，讲机会是一半一半。伊讲无甲发射台炸毁就是赢。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讲将会督导这件事故的调查。并且讲，并无另外伤亡或者是公共财产损失的通报。第二，确定对公共安全无威胁进前，试验将会停飞。SpaceX 计划以后要载人甲货物去入月球，甚至是火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昨有天狗假日的天文景象，而且伫咧澳洲、印尼等少数地区是出现混合型的天狗假日。月游甲日头炸一角、炸全部，甚至是炸中楼外口一沿，这3种景象拢看得到。同一届天狗假日，3种形式拢出现是真罕见的，咱做伙来看。伫澳洲西北部人家少的黄土小镇艾克斯茅斯，这几天是一堆游客过来，因伫广场甲专业的观测和摄影的设备拢准备好，目的就是咧等蓝色日出现。日头慢慢啊，互月亮炸掉，对欠一角的粉红色水蜜桃变作半粒手指，到完全密入去月亮的影内面，敢若伫边啊透出一箍光，落尾才慢慢啊，佫出现。现场的民众是看甲有够痴迷，一个小天文的德国人，甚至为着看这甲结婚的旅行拢缘闹。Actually, our honeymoon trip was to Thailand, and we got married in August, and we shifted our honeymoon trip to October to see the eclipse. 就安尼，伫一摆的日日内面是先后出现湿偏日、湿宽日和湿全日的蓝色日，大约10天才会发生一摆。这摆会当同时间看到这个现象的地区，有印尼的东部和当地文。Penasaran aja ya, karena belum pernah lihat sebelumnya. Fenomena ini jarang TBS acontece y atrae TBS turista lokal, internasional, nomor cientista lokal, no internasional sira atau bele participa ou de bele halo monitorização hamutu, bahia evento refere. 伫即摆的蓝色日内面，和天地全黑的湿全日大约干那1分钟，真侪小天文的人都是为着要看这一个也都无的天文奇景，去到全世界，因嘛拢袂嫌忝。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顶一日，美国纽约的停车场放落，救援队是出动机器狗救援，真成人目。其实法国巴黎地铁公司去年冒甲美国买这机器狗，是用机器狗去检查下尖尖的地铁门框，替工作人员做袂少危险的工课。位伫法国巴黎瓦郡郊区土尔西的地铁站，维修人员正伫操作一只亲像狗仔外形的机器。这机器狗仔是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生产的，骑开身悬无到1公尺。另外，4机加上红外线跟热摄影机，可以会使入去真话地铁的门框甲管线，协助养护人员的检修作业。Qui va être nos yeux du coup, on va pouvoir envoyer loin sur le terrain et il va aller vérifier grâce à ces capteurs qui font des images assez précises et de bonne qualité, très bonne qualité, des anomalies structurelles que l'on va rencontrer. 巴黎地铁伫1900年来兴建，有308个车站，总长220公里，每天运送1600万人次，是全欧洲上大的交通运输系统。养护团队必须定期检测大大小小地点、军械枪的所在、牢固设施、稳藏公安的危机。而机器狗仔会使依照指示，入去真危甲危险的所在，收集现场的资料甲数字，互伫较远的所在养护人员来做研判甲决策。Avant Perceval, soit on n'allait pas, d'accord, soit on allait, mais ça mettait en péril la santé de l'agent, si vous voulez. 巴黎大众运输公司 RATP 伫2022年11月，用合代票大约335万买到这机器狗仔，平均1个月出勤2摆，到即阵已经执行超过75摆检测的任务。养护人员讲，机器狗仔代替真侪较易繁杂的工作，更加互因避免因为真接拍药减少而产生的脚趾片疼的职业伤害。未来狗仔会加装雷射扫描装置，进一步减少地铁结构的问题。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